民政局市民学院的课程，其中安平平统里就将台南4大元素用于积木当中，利用积木做出安平上河图，呈现安平开台天后宫、安平古堡等在地意象。当中新街内就有妈祖神像、妈祖头冠、毛水晶，身躯马皮上彩带，相当别致。明年刚好是建成400，就用建成400的部分来做我们安平的特色，比如说天后宫啊、树屋啊、这类似龙船啊、我们的划龙舟啊，就是把这些的因素就会带到这一次的市民学院的主题。后面的那个安平上河图的乐高玩具里面可以看到，其实它有很多的细节都很细腻。那我想这样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火花哈，希望说借由这样的一个活动，让我们台南400能够处处都开出一个漂亮的一个火花，让我们台南的建成400能够更丰富，元素更多。记者老师来自香港，因为该安平决定伫遮徛起，并受邀请来教学校的艺术课程。一开始先教贴积木，慢慢引导大家对简单到复杂的建筑技巧，后来大家发挥创意，就会完成安平上河图的作品。传统不是代表古代的东西我们不要了，而是承传。这个是奶奶跟孙子一起去做，我相信他们2个这辈子一定会记得这颗龙舟，因为是他们这是奶奶跟孙子一手一手拼出来的。学院当中有幼稚园有70多岁阿嬷，伫这个作品当中的零存，嘛是由阿嬷带2位孙做伙完成。也欢迎有兴趣民众11月25来到台南市市民学院的成果展来参观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